今集我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勞力士新手響玩呢一個牌子之前應該有嘅基本知識。首先講下材質先，咁勞力士主要係用5種物料嚟到做佢啲手錶啦。咁有不鏽鋼、黃金、玫瑰金、White Gold 同埋 Platinum 嚟到做佢啲手錶嘅。至於響價錢方面呢，不鏽鋼就當然係最平啦，之後就係黃金。而玫瑰金同埋 White Gold 嘅價錢咧都係一樣，但係會比黃金咧係比較貴少少嘅，而 Platinum 咧就係會係最貴嘅。唔好意思，錄完條片先至醒起，其實勞力士係有出 Titanium 嘅手錶嘅，咁就例如隻 Yachtmaster 啦，同埋隻 Deep Sea Challenge，咁都要補充翻。另外，勞力士嘅手錶主要係分咗做3種唔同嘅材質嘅 combo 啦。咁第一就係全不鏽鋼啦。第二就係全貴金屬，咁全貴金屬就例如有全黃金、全玫瑰金、全 White Gold 同埋全 Platinum。咁除咗有全貴金屬或者係全不鏽鋼版之外呢，勞力士亦都有出間金版嘅。咁就例如你可以揀不鏽鋼加黃金啊，或者不鏽鋼加玫瑰金，但係你就唔會見到有不鏽鋼加 White Gold 啊，或者不鏽鋼加 Platinum 咁嘅設計嘅。咁可能因為兩隻嘅顏色咧太似啦，咁所以勞力士就冇做呢一種嘅間金版。之後講下錶帶啦，咁勞力士主要係有5種錶帶俾大家選擇嘅。咁第一就係豪式嘅3格板帶啦，第二就係5格嘅珠帶，而第三就係勞力士最近出嘅 Flat Jubilee， 即係扁嘅珠帶。而第四呢，就有一個叫做俗稱總統款嘅3格珠帶。而最後就有勞力士嘅膠帶啦，就係叫做 Oyster Flex。至於響價錢方面呢，如果同款嘅手錶，珠帶係會貴過板帶嘅。至於 Flat Jubilee 呢，就淨係響勞力士嘅 Land Dweller 呢個錶款先至會有嘅啫。至於總統帶同埋膠帶 Oyster Flex 呢，就淨係響貴金屬嘅錶款先至會有。講完錶帶，咁而家講下錶扣啦。咁響錶扣呢，有2點都要留意嘅。第一就係個錶扣有冇一個安全扣 Safety Lock。咁如果係運動款嘅話呢，就例如 Explorer 啊或者 Submariner 嘅話呢，你會見到個錶扣嗰度係多咗一個 Safety Lock 嘅設計嘅。但係響一啲 classic 少少嘅款，咁就例如 Oyster Perpetual 啊或者 Sky Dweller 呢啲款嘅話呢，你係會留意到佢係冇呢一個 Safety Lock 嘅設計嘅。而響個扣嗰方面呢，勞力士主要係做咗2種唔同嘅扣啦。咁第一種咧就係叫做 Easy Link， 咁你就可以見到可以掰出嚟一下咧，就可以較長或者較翻短條錶帶。咁呢一個 Easy Link 嘅設計咧，有好多錶款都會有嘅。咁就例如 GMT 啊、Datejust 咧，都係用呢一個 Easy Link 嘅設計啦。而第二個嘅設計咧，就係一個叫做 Glide Lock 嘅 system 啦。咁用家就可以大幅咁樣微調條錶帶嘅長度啊。咁呢一個 Glide Lock 嘅設計咧，就淨係響 Oyster Flex 或者響 Submariner 呢一個系列先至會有嘅啫。同埋有一點都想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個扣嗰度咧，仲有一個叫做 Micro Adjustment 嘅 system 嘅。不過呢個 Micro Adjustment 咧，你就要用工具先可以校到啦。咁其實就例如 Datejust 或者 GMT 咁樣先算啦。雖然你淨係得一個 Easy Link 係唔需要用工具可以調整條錶帶嘅長度啦。但係如果你想更加好咁樣微調嗰條錶帶嘅話呢，你只要用一個好簡單嘅工具呢，就可以用呢一個 Micro Adjustment 嘅system 啦，嚟到嚟較長或者較翻短少少條錶帶。咁由於呢一個 Micro Adjustment 嘅 system 呢，都真係唔係話全部用家都會留意得到嘅，咁所以我都想同大家講一講聲。講到呢度，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手錶嘅資訊啊，或者想睇埋靚相嘅話呢，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KCTimeshare 嚟到支持下我呢一個頻道。好，之後講下錶圈先。咁如果講錶圈嘅話呢，主要可以分咗做 classic 款嘅錶圈啦，或者運動款嘅錶圈。咁講咗 classic 款嘅先啦。classic 款嘅錶圈主要係分咗做3種啦，有光圈、有9亞圈同埋有 diamond 鑽石圈。不過就算係光圈咧，都分咗做2種嘅喎。咁你會留意到啦，Explorer One、Oyster Perpetual
同埋 Datejust 佢哋都係叫做光圈啦。但係呢 Explorer 嗰個標圈呢係會比較平啲嘅，而 Oyster Perpetual 啊或者 Datejust 個標圈呢係比較圓滑少少，咁係完全唔同嘅。咁呢一點呢，大家其實都要留意一下。至於喺運動款嘅標圈嚟講呢，主要係分咗做兩種啦，一係就係陶瓷圈，或者就係全貴金屬嘅圈。咁就例如 Yachtmaster One 呢，咁佢就有一個全 Platinum 嘅標圈啦。或者如果咧係高貨間金版嘅 Yachtmaster One 咧，咁你可能會有一個全玫瑰金嘅標圈嘅。咁如果講緊陶瓷圈嘅話咧，咁主要就係 GMT 啊、Submariner 啊或者 Yachtmaster Two 咧就會有個陶瓷圈啦。咁多數咧都係可以擰得到嘅。咁以我印象中啦，除咗Daytona個陶瓷圈係擰唔到之外咧，基本上其他標款嘅陶瓷圈都係有得擰嘅。By the way， 同我合作咗好耐嘅品牌 Wristonomy 而家改善咗個折扣碼好多啊，咁就可以俾我啲 viewers 咧有75折嘅優惠，咁以前係得85折嘅啫。咁如果大家係考慮買 Wristonomy 嘅標咗嘅話咧，我建議你用我個折扣碼 KC Timeshare 去佢哋嘅官網嗰度攞75折優惠。之後講埋個標面啊，咁如果喺標面嗰度6點鐘個位置，你係會見到一個皇冠嘅 logo 嘅話呢，咁樣就代表呢一隻錶係用咗最新嘅機芯。咁就舉個例啦，有一隻40mm 停咗產嗰隻 Submariner 啦，你見到佢6點鐘個位置呢係冇皇冠嘅，而現代款啊41mm 嗰隻 Submariner Daze 呢，喺6點鐘個位置呢係有皇冠嘅。咁用咗皇冠呢，就即係代表佢用咗新嘅機芯啦，咁係會有70小時嘅動能儲備。但係如果你見到個錶面6點鐘個位係冇皇冠嘅話呢，大多數嘅機會佢都係用咗舊機芯啦，咁個動能儲備呢，就應該係淨係得48小時左右到嘅啫。咁講開響錶面有個皇冠啦，咁我都想講埋，其實喺個藍寶石水晶鏡面嗰度呢，6點鐘嗰度其實都有一個皇冠嘅。咁勞力士係用咗一個 laser engraving 咁嘅設計嚟到雕刻咗個皇冠出嚟啦。咁以前出呢一個 laser engraving 嘅皇冠設計呢，主要都係攞嚟分真假啦。但係而家嗰啲翻版貨呢，都做得真係好好啊，都係做到呢一個 laser engraving 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所謂嘅 laser engraving 嘅皇冠呢，已經係冇乜作用㗎啦。最後就講埋個把的啦。咁有啲人可能會問勞力士嗰啲把的係咪全部都會正觀啊？嘅意思就即係話嗰個皇冠個 logo 咧就會 line up to 水平線嗰個位啦，咁就會正面睇埋落去咧，個皇冠係會對稱嘅。但係其實我擁有咗咁多隻勞力士啦，基本上係冇一隻勞力士錶咧係會有一個正觀嘅。咁如果你真係咁啱攞到一隻正觀嘅勞力士錶嘅話咧，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嘅啫，絕對唔係一個方法嚟到認到真貨同埋假貨。咁呢一點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好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有興趣睇下我收藏咗啲咩勞力士錶款嘅話咧，可以睇下呢條片，或者可以睇下呢條片，分享下我對於一隻 Datejust 41嘅7年後嘅用後感。